最近睇到許紹雄、馮淬帆、殷志強相繼離開嘅新聞，其實內心都有啲感觸，因為呢啲陪伴住我哋成長嘅面孔，好似尋日仲喺熒光幕裏邊笑住，但係今日呢，就剩返回憶啦。隨住時間嘅流逝，我喺保險呢個行業足足都24年。近呢幾年啦，比較多客戶係因為病突然間離開。而年齡呢都係60歲以下，佢嘅屋企人同我都覺得嚟得太快，連道別都嚟唔切。人生原來係比我哋想象中更加短。有人問我點解要做保險？啱開始嘅時候呢，我可能係為咗業績，但係而家我認為我係睇過太多嘅嚟唔切，嚟唔切實現承諾，嚟唔切安排未來。嚟唔切講出口嘅，你放心啦。我哋成日都以為未來好長，長到可以慢慢準備，但係其實真相係，我哋唯一可以擁有嘅就係而家。保險其實就係時間嘅備份，佢可以令到病床嘅人可以專心咁治療，唔需要為錢低頭。佢可以令到留低嘅人仲可以守住一個一齊經營嘅屋企，佢可以令到每一個平凡嘅日常都仲有機會安穩生活落去。我經常講，保險係唔會改變生活，但係佢可以防止生活被改變。呢份事業對我而言，係用專業去守護每一個家庭同埋佢哋珍貴嘅當下。希望我哋都可以喺無常裏邊留低有溫度嘅準備，希望愛唔好輸俾嚟唔切。